彰化市八卦山天空游戏场伫咧双十连假打启用，就出代志啊！有人为民众去升这4公尺悬的粗流笼，却因为速度伤紧，出落来时滑倒，脚含手拢骨折。救护车来到现场，大家看见讲受伤的人伫咧倒。彰化市八卦山天空游戏场，12发生2件受伤的意外，17岁女高中生甲27岁老小姐，拢因为粗流笼的速度伤紧，落来时阵无稳，一个脚一个手骨折。那滑下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说那个速度瞬间的速度加速度太快，然后他落地的时候就是没有，就是脚踝没有对准着地，那之后就是有折到的一个现象。在溜的当下，发现它真的很陡很快，然后溜下去到底的时候，就是整个人没有站稳，然后我就有点不稳，就摔倒。然后摔倒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左手去撑地板，然后就医的时候才发现是骨折。天空游戏场是彰化县政府加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开6000班起的，今年双十连假试营军。公园内面有8架粗流笼等几多项设施，其中粗流笼现场过时摆设13岁以上才能使用，开放第3天就有人受伤，有人讲速度真紧。它很快，它冲劲很快，你没有刹车完全不行，这个小朋友也没办法。上面有打蜡，那我们有跟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再去检讨，我们可能会针对它上面这个打蜡的部分去做一些去除。那后续的这个缓冲区，我们也会整个再做一个检讨。彰化县城管处讲，这个粗流笼的宽度差不多4公尺，粗度表面有拍蜡，16已经把蜡切掉，应该会当让速度减慢1/3。因为规个游戏场拢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，将会负责受伤的人所落来医疗费用。建议民众出流笼时阵，会当用滑底盘，速度才袂遐紧。来了唔当伤紧就爬起来，保持当心。以后也会增加告示牌，并且派人加强巡逻，保护大家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